该不会是赵王吧？不可能，他那个怂蛋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。他确实有作案动机。赵王的绿帽子戴了那么多年，也太不容易了，能干出这件事情，可见真的是被逼急了。绿帽子还不明白什么意思是吧？我现在告诉你，绿帽子是指自己的媳妇儿跟别人鬼混。张鹏鹏，嗯，你过来。你想做戏给别人看，你可以借位嘛，干嘛来真的？你若敢给我戴绿帽子，我要了他的命。齐胜啊，齐胜，我和九王在河里已经抱过了，人工呼吸也做过了，昨天晚上还孤男寡女的在小树林里睡了一夜。我看不只是绿帽子的问题，你这脑袋都冒绿光了。你看看我，既没贼心，也没贼胆，你尽管放宽了心。给我搜！是。你们几个，去那边，是。快！不知这次来的是敌是友？快！何不赌一把？若真是赵王派来的人，便看看你我谁更能得上天水岭。看来的人是会失手杀了你，还是会失手杀了我？那就赌一赌。哎！下来！你干什么？你们两个，无论谁死了，只要赵王当了皇帝，拿下就得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。我在你们这儿，反正也没什么亲人，而且我有一颗扬名立万的心。这个英雄，让我来，也不枉我虚度了此生。鹏鹏，鹏鹏，你们这帮赵王的狗腿子们，居然还搞起刺杀来了！你们回去告诉他，他没有那个 IQ。啊，鹏鹏，张鹏鹏！别乱碰！我怎么受伤呢？你从山坡上摔下来的时候，割到了脑袋，一定很疼吧？哼，风雨中这点痛不算什么。哎，你跟我说，刚才我站出来的时候，是不是摔呆了？幸好来的是自己人，若真是刺客，恐怕你也没机会在这跟我争强好胜。哦，原来是自己人。可是九王现在在哪儿？如果我这个时候问他，这个醋坛子不就马上又打翻了？我晕了之后，你们都获救了？嗯，其他人都已经赶回圣都了。哦，真没想到，这次江北之行，竟遇到了如此多的事端。哎呀，啊，可不是嘛！短短数日，我已经 N 次险些没命了。你果真知道，那天杀你的人是谁派的？我知道是
他这摆明是在试探我。我如果知道是他，他还不把我杀人灭口啊？我知道是谁才怪呢。无论如何，只要你现在没事就好。殿下，急报！你先在这里等着，没我的吩咐，先不要出去。孙儿启圣，你父皇于昨晚走了。由于事发突然，你要速回商议你父皇身后事。你是太子，朝中不可一日无君。现在朝中有许多大事需要你回来处理决定。事不宜迟，吩咐下去，立即派遣军力，与我一同北上。是。事发突然，圣都那边形势严峻，十分危险。在我没有十足的胜算之前，不能让太子妃和我一起冒这个险。这里背靠江北大营，江北的水军都是我的亲信，是极为安全之地。你再去找几个信得过的侍卫和下人，留在这里伺候娘娘。是，殿下。护送太子殿下回圣都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到底什么情况，让齐胜这么着急回圣都？娘娘恕罪。行，起来吧。谢娘娘。哦，我都已经在这憋一天了。卑职就是要带你出去透透风的。啊？哎，这人都去哪儿了？太子有吩咐，让您在营帐内好生休养身体。外面风很大，还是不要随意走动为好。哼，哪儿他妈有风啊？太子去哪儿了？把他给我叫回来，我有事儿找他。太子有事先回圣都了，所以嘱咐卑职们在这儿照顾您。他一个人回去了。是娘娘。那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回去？为什么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？这个卑职就不清楚了。我有东西落九王那儿了，你去找他给我拿过来。啊？去啊！娘娘，九王已经不在营帐内了。什么？他也不在了？是的，娘娘。那这儿他妈还有谁啊？这儿还有几个侍卫和丫鬟供您摘。这他妈是让我自生自灭的节奏啊！娘娘，万万没想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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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葡萄变成了葡萄干儿啊！娘娘，娘，玉离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娘娘，是我呀，我是绿篱呀。娘娘，您在闻什么呀？啊，我的宝贝儿啊，我已经好多天没有闻到人味儿了，我似乎看到了春天万物复苏的样子。要不是我，你还见不到娘娘呢。没有你，我自会跟上面请求批准，然后我自己雇一辆马车。没了你，我这一路上还能清静点儿。我不是做个顺水人情才带你过来的吗？我承认我是想来，但是你不是也一直求着我跟你一块儿来吗？是，小姑奶奶，是我求着你的。
什么情况？你对他动了春心？娘娘，几天前皇上在奉天殿登基，紧接着就命奴才来接娘娘回圣都了。皇上还特意叮嘱，让奴才一路上小心伺候娘娘。奴才怕有闪失，就把绿篱给带过来了。新皇登基？是呀，娘娘，谁都没有想到，先皇一夜之间就暴毙身亡了。奴婢足足哭了1个晚上呢。你说这人怎么就这么脆弱呀？这先皇怎么能说驾崩就驾崩了呢？先皇驾崩了，可不是嘛。九王接旨。敢问公公，是接的谁的旨啊？当然是皇上的旨了。九王殿下，跪下领旨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九王齐汉于江北救太子妃有功，赏白银1000两，良田100亩，官职加升1品，革去原有一切职务，改司内务主管一职。即日起，九王府监禁解除，钦此。九王殿下。那奴才就告退了。谢圣上恩典。奴才是来宣旨的，不能陪您喝酒。你不喝，我就不听。喝不喝？这不是为难奴才吗？不喝你，喝不喝？喝不喝你？你喝不喝？喝不喝你？喝不喝？你喝不喝你？喝不喝？你喝不喝？喝不喝你？喝不喝你？我来陪你喝。皇上，赵王太调戏我。调戏你？找找你什么样？你来干什么？是来看我的笑话？要杀要剐随你便。我是来看你这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的，成何体统？我知道我自己时日已经不多了，所以我趁着现在我自我潇洒，管不着我。谁告诉你你会死？庸人自扰。还是先听旨吧。我不听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赵王因误信贼人之言，致使众多皇室贵胄被困江北，当判死罪。当今圣上念其手足之情，免其死罪，免其一切官职，留其王位与宅院。留其王位与宅院。我呸！钦此。我敬你个头啊！你以为你不杀我，我就会感激你？我呸！你这是诛心，你杀了我更狠！
总有一天，你会明白朕的用心。我不明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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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永远不会明白，我不明白，我